劉德華，香港歌壇四大天王之一，木匠之子。1961年9月27日，香港新界大埔太村一個普通家庭裏誕生了一個孩子，他就是後來成為四大天王之一的劉德華。他的父親是木匠，母親是家庭主婦，家境並不寬裕。小時候的劉德華常常在田間玩耍，也幫家裏挑水劈柴。他的父親常告誡他，做人要勤快，要懂得感恩。這句話深深刻進了劉德華的心裏。搬到九龍鑽石山後，他們住在狹小的木屋區，條件艱苦，但劉德華的心中卻漸漸孕育出對舞台和表演的憧憬。他在學校話劇社裏表現突出，常常演出時台下掌聲雷動。那時他暗暗許下願望，一定要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，而踏入演藝圈。1979年，劉德華報考了無線電視藝運訓練班。那一年，他的同學有梁朝偉、黃日華、苗僑偉、湯鎮業這五人，後來被稱作無線五虎將。剛入行時，他並不順利，常常只能在劇裏跑龍套或是演一些不起眼的角色。但劉德華非常勤奮，別人休息，他在背劇本；別人聚會，他在揣摩台詞。他明白，只有比別人更努力，才有出頭的機會。1983年，他在電視劇《神雕俠侶》中飾演楊過，一舉成名。俊朗的外貌和深情的演技，使他成為當時無數觀眾心中的白馬王子。從此，他開始在電視劇和電影領域大放光彩。三跬竹歌壇，雖然在影視圈已少有成就，但劉德華並不滿足。他一直熱愛音樂，1985年正式發行首張專輯。然而當時的樂評界並不看好他，甚至有人批評他的嗓音沙啞，技巧不足。劉德華沒有氣餒，他堅持每天練習發聲，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。1990年代，他憑借可不可以、真我的風采、愛不完等歌曲逐漸打開市場。1994年的忘情水更是成為經典，紅遍大江南北。那幾年，香港樂壇進入黃金時代，張學友、郭富城、黎明和劉德華被並稱為四大天王。其中劉德華的優勢不只是歌聲，還有他拼命三郎的精神和與粉絲之間的真摯感情。四拼命三郎劉德華是圈中出了名的敬業。他拍電影時，幾乎所有危險動作都親自上陣。在《天若有情》中，他騎摩托車疾馳的身影成為一代經典。在《無間道》中，他演繹的臥底警察劉建明，複雜矛盾又真實，堪稱代表作。他常常為一個角色數月苦練技能，比如學習駕駛、學打鼓，甚至為了拆彈專家而研究爆破殼。正因為這種拼勁，他的角色不再是明星的光環，而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生命。然而劉德華也經歷過低谷。90年代初，他因拒絕無線的長年合約而被雪藏，長達1年幾乎無戲可拍。但他沒有倒下，而是轉戰電影和歌壇，靠着堅持硬生生殺出一條路。多年後，他回憶說：沒有那段日子，我不會知道自己能走多遠。影壇輝煌，劉德華的電影作品超過160部，類型極其多樣。他既能演黑幫小子，也能演深情小生；既能演警探臥底，也能演草根人物。旺角卡門中，他是叱咤江湖的黑幫青年，展現了鋒利與不羈。天若有情中，他飾演的小混混阿華愛上千金小姐，催淚的結局感動無數人。無間道中，他與梁朝偉的對手戲被視為香港電影的巔峰之作。土姐中，他一改硬朗形象，細膩演繹一個照顧老傭人的普通人，最終贏得金馬獎影帝。劉德華證明了自己不僅是偶像派，更是實力派。綠幕後與公益成名之後，劉德華並沒有只享受榮譽，他積極扶持新人導演與演員投資，拍攝了許多作品。王晶、杜琪峰、劉偉強等人都曾受過他的支持。很多後來成名的導演坦言，如果沒有劉德華，可能就沒有我們的第一部電影。在公益方面，他更是默默無聞地付出。
無論是賑災捐款，還是資助貧困學生，劉德華從不張揚。他曾設立華仔天地基金，幫助過許多需要的人。七愛情與家庭，劉德華的感情生活極為低調。他與馬來西亞女子朱麗倩相戀20多年，從不對外炫耀。直到2009年，二人的婚訊才被公開，引來無數祝福。2012年，女兒劉向慧的出生，讓劉德華從天王變成了慈父。劉德華曾說：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事，就是有他一直陪在我身邊。這份低調卻深沉的愛情，正如他的為人真摯而堅定，白永遠的華仔。如今劉德華已經從藝40多年，他依然在拍電影、開演唱會，依然保持自律。他每天早起鍛煉，堅持不抽煙不酗酒。他用行動告訴大家，明星的光環背後是日復一日的自律與堅持。在一次採訪中，他說：我不是天生的天王，我只是比別人多走幾步路。這句話道出了他一生的奮鬥哲學。劉德華不僅是香港娛樂圈的象徵，更是無數華人心中的勵志偶像。從鑽石山的小木屋到全球華語歌壇影壇的巔峰，他用自己的經歷證明，只要努力堅持不懈，平凡人也能成就非凡人生。九尾星，時光流轉，娛樂圈的新人一代代湧現，但劉德華3個字仍舊有着獨特的分量。他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記憶，也是永不言棄的精神象徵。正如粉絲們常說的，世界可以沒有4大天王，但不會沒有劉德華。如何你喜歡？請點讚和訂閱，加入情緒健康王國。謝謝觀看，我們下次再見。